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政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国政我知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名拄啊，甲你讲一个国，无毋对。有咧看解文说理的节目嘅朋友拢知。我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尔，看伊电话接袂煞，哭电话看到尔，我就甲问讲国兄是安那？煞毋知影即摆就掠鱼的要煞，赶卡的毋煞啦。当时安那想，我就甲听众朋友请假，讲安尼2礼拜，我拜托别人来代班，节目莫做，带阮牵手出国游览，结果一通一通的电话，大家小静咧慰留，讲毋通啦。朋友即句是甲渔业。讨海掠鱼有牵连的台湾俗语，迄掠鱼的掠着鱼啊，落对边啊，迄个鱼卡内底，结果吼掠鱼讲好啊啦，好啊，安尼有够啊。换迄个赶卡，迄个助手讲毋通啦，毋通刷啦，就亲像讲咱做鱼的戏文，一句话咧讲，做鱼的要刷，看鱼的毋刷，迄共款。边啊咧坐镇的人刷比你搁较热，热头，观众朋友咧慰留。讲遐讲，无国政我咧看。我莫拜托别人代班，我来养你。这2礼拜你来甲我做节目，好，国政随甲冻点讲毋通，万不可。我若来甲你换这支麦克，我就是正水鱼、咸水港，你敢知？朋友，这原来甲渔业有牵连的台湾俗语。正水鱼才会是正水，即摆若互伊收入去到咸水港食咸水，连伊就浮起来滴水。我无迄个功夫，无迄个才情啦。迄是观众朋友大家无去嫌。讲卡面啊，菜咯，解文说理安尼加减忙人，叫我讲，逐工甲你做现场，看麦克电台节目，无法度。国政啊，你客气，国政啊，毋是客气。我第2句，甲渔业有牵连的俗语，佮流出来。国政啊，是真正拍钱无高，迄即马就有金糕才会好食。拍钱无高，就是讲空空的。即句话毋是即马才流传的，清朝时代，迄福建偏偏杞人呐。就咧批想讲台湾的杞人，一句话真歹听。讲做台湾钱无高，意思讲台湾靠出来的杞人较无北来。国政啊吼，拍钱无高，唔敢甲你做节目。我若真正讲来甲你担一担，我就拍钱野人。我来做先锋军，我若咪就绕开，若咪你这担头我车倒担。当然，国政是真正含慢。毋过我将这个甲渔业有牵连的俗语话捡做伙，就是望讲互朋友参考，咱互相会当甲流传落去。